后所等来台湾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宜兰这13年来，常常办活动咧推广鸭肉。今年是来举办着鸭肉面的比赛，有专业的评审，嘛邀请到300位的民众做伙来品尝评分。现场阁邀请到国营的总铺单条林，教大家安怎煮面才会好食，阁教大家安怎看出着鸭公甲鸭母。讲爱看这个尾水，尾水若较尖的，就是公的；啊，若较圆较底。就是鸭母，把鸭肉片放伫冰凉的面顶面，淋一寡有抹酱落去了后，再搁放葱仔煮，冰凉爽口的鸭肉凉面就完成啊！民众做评审，一喙刷一喙，食啊拢话赞。口味还蛮特别的。这是宜兰县府举办的第一届鸭肉面比赛，无分口味，无限手法，用鸭肉甲面做料理，也佮邀请宜兰有名的师傅单条林来示范。现场佮有教大家分辨公的甲母的。看伊尾水，看伊尾水啊吼，尾水若较尖的，就是公的；较圆较底，就是母的。鸭肉面比赛对口感外观到创意介绍，拢总是评分的项目。然后专业的评审也佮邀请300位民众作为评分。宜兰有这么好的地理环境，所以我们再加上育种跟饲养技术，跟所谓的饲养场所的改良，所以让宜兰的鸭特别的好吃。这个鸭肉面比赛报名一直到9月23，专业评审评过了后，11月7日正式开放予民众来评分，就是要把宜兰日常好食的点心推广予更加侪人享用。